喐去汉之区。哦，你也阁想要做歹代志，像我讲，我一时也唔敢出来。这声吼，要爱人的财产，一项你都得袂到，自然互恁离开这个所在。哈？要到阮外厝？到是安怎？阿姊啊，代志是安尼啦。自从阿爹显灵了后吼，阮叫我甲状元，阮两个住在新厝的，通好照顾小弟。不过吼，阮两个安尼愈想愈唔对咧。我想到阿姊你吼，阁有姐夫哦，恁两个住在旧厝的，感觉讲吼，你实在做委屈的啦。顺诶，袂啦，阮住遮要哪会委屈啦？阮住遮吼，虽然讲有较偏僻淡薄，也毋过人个透早起来，你会当听到鸟仔声咧叫叫叫叫吼，啊，有靠暗头的时阵吼，佫会当听到咧水间咧咕咕咕咕。吼，迄空气偌好个咧，偌有气氛咧。迄是哦，你即个天堂的啦。你准讲哦，地牛咧翻身哦，你着照困不误。迄我着无共款咧，我只好安尼有安尼啊轻面的，迄若一时时啊声互甲我吵着哦，我着规暝拢袂困着。也毋过哦，讲较咧讲阿妹啊，这惯势就好啊，都带了惯势啊，惯势哦，着生自然咧。袂用啦，袂用啦。你若搁住遮吼，安尼比较阮哦。心肝会较艰苦，安尼算讲对你较歹势。我是感觉是也是大姊吼，甲大姊夫恁哦，也去住新厝好啦。安尼吼，阮心肝无嘛较会安。对啦。袂啦袂啦，这阿爹哦过身的时阵吼，着显灵甲咱交代，着照阿爹的意思，安尼毋着好。对啦，当初时吼，咱要住倒，拢阿爹安排好的了。咱即马若咧私底安尼换过来吼，我惊阿爹会来找阮了。哎呦，袂啦，哎呦。姐夫啊，阿爹哪有可能来找你啦？不，你哪有一定？迄我保证，绝对袂来找你。啥？你要保证？是啊。我看哦，想想的嘛较好咧，阿妹啊，你着知影讲阿爹在生的时阵哦，迄着姓地，人讲哦孙就是孝啊，即马吼咱无经过伊的同意，着吼安尼吼私自咧换厝住，到时阵吼伊若搁生气，搁显灵吼走来找咱，安尼着歹啊咧。无安尼啦，我有一个办法啦，无咱轮流啦。等阮就已经去住对无？即换轮到恁啦，换恁搬去新厝住。较准恁新厝住来已经先啊，嘿，换阮搁搬来遐住安尼。是啦是啦。安尼敢好？哎呦，好啦，阿姊啊，等哦，新厝旧厝，拢嘛是阿爹的厝对无？咱两个拢阿爹的查某囝，想住新厝旧厝，毋是拢共款？袂啦，阿爹吼，哪有可能会无欢喜啦？吼。是啊，拜托的啦！好啦，凊彩啦！但我这种人哦，到什么所在就共款啦，莫切到恁的意啦。即摆当时要搬过哈？就是即马，愈紧愈好。愈紧愈好。这紧哦！杨大妹，我几位啊？我倒来啊！金江妹，金江妹，阮几位，有人客啊？啥物人客？这家己的人啦，我甲你介绍啦。这哦，我的小妹叫做温顺的，这哦，就因翁啦，叫做江源的啦。你好。对，等下拄啊好，迄落行李款的。无啦，阮二位啊，你若叫我款行李，你搁再讲我住伫遮涂骹嘛，拢是拢我咧拼的。我拄则住落小尔，就要叫我款行李，叫人赶走。无啦，金江妹，来讲啦。你误会阮娘囝的意思啊！即马吼叫你去款行李吼，是讲咱斗阵要搬去迄新厝住啦，遐加外数是的了。真是啊？嘿啦，无骗我哦！哇，安尼好，我来出行李，哈，这爆掉啊！你讲呀？行吼，咱行李我来款的吼。好。啊无阿妹啊，你小坐咧啦吼。不款行李啦吼。袂负恁啦吼。无啊，莲花啊，你是咧看啥啦？夫人，拄则迄个参详实体公主咧做法迄个道士呢？原来就是伊哦。想袂到伊阁熟悉大小姐，即马吼一定甲大小姐做伙搬去新厝啦。安尼讲起来，阮阿姊若搬入去新厝了后，迄个道士嘛一定会去。到时迄个道士一直斗相共，甲阮阿姊掠迄个鬼。哎呦，相公啊！到时哦，咱不但哦搬入去的时阵鬼无啊，
而且吼，哎呦，连哦，掠鬼迄个钱哦，怎省起来了？也是娘囝你较巧。当然的喏。哇！哦，今日就在睡觉大间哦。哎，阮以为啊，比咱住喺地下厝哦，加好几多百倍。若讲阮这厝体哦，真正毋是咧操蛋。阮后底在生的时阵哦，虽然咱咧穷搁哭搁欠哦，不过个伊若对这开钱哦买厝哦足甘的，但这是算正是偏听尔。后壁迄个大厅，房间哦后头哦10几间，逐间都嘛足舒适的。哎呀，阮兜哦上稀奇的是，阮后壁迄个花园哦，搁有一个古迹，迄个古迹哦，古迹哦，搁600年的历史，迄拢经过设计呢。安尼哦，哇！你讲哦，这做戏哦，捌住过遮尔好的厝，我这样死嘛，一定加活遮久的。金针花啊，这吼算起来拢是你的福气啦。啊，什么吼对了对啦。啊，对了，这我算嘛手金得了对人啊。哦，老姐，老姐，哈哈，喊行吼，啥物好甲恁吹来？哟，安那款甲大包细包啊？安尼啊，算唔知安尼哦，阮即摆吼要搬入来遮大啦。哈，别搬来遮大哦。啊，对恁二姐啊讲哦，边边拢是阿爹的查某囝啦。啊，敢若哦，伊住新厝，啊，我住旧厝哦，安尼对我会歹势，惊我吃亏啦。讲安尼无公平啦。对即摆开始哦，大家安尼轮流住啦。对即摆开始，阿姊转来照顾你就对啊啦。对啦，二小姐，你中到二小姐的价啊啦？中价？什么意思啊？啊多，咱这新厝吼有问题呢。问题？什么问题啊？这我嘛袂晓讲。啊，都吼啊，我吼进前都敢若讲袂出去刷着吼，啊，规身人敢若袂出去痟安尼吼，哦，对前门啊吼，甲拍要甲赶出去，我咧看吼，可能吼，人讲吼厝可能有鬼啦。啊？无咧，我无感觉这间厝有鬼咧。无啊，是讲你敢捌看？这哦。我吼除了看到一个小的吼，甲我拍吼，搁要甲我赶出去以外吼，其他啥物我拢无看到啦。迄个新闻实在是，哎哟袂啦，迄是恁二姐啊甲二姐夫啊吼，目睭吼咧起缘两看唔对啦。啊，着搁再讲，金针花啊，阮即个小弟哦自细汉哦，都安尼交病疼，可能是破病了久哦，破病到头壳小可歹去。你哦，你逐工嘛咧看着鬼哩，哎，袂啦，咱这厝体哦，绝对哦足平安的，住体哦绝对哦无问题啦。先讲啉茶啦。相公啊，这里哦，你已经看一个死神啊啦，你有搁咧拄久啊？娘囝，我知啦，我知影啦，我笨蛋啦，我大概吼看读书拢会拄久，我笨蛋我讲啦，我无路用。好啦，莫拍啦，你若搁拍落去吼，你头壳哦无歹就拍到歹去啦。娘囝，我知影我毋对啊。期考都要到啊吼，我大概读书都读到拄久，啊期考若考无过，要哪有资格通我上京赴考啦？我实在有影足无路用，我足无路用的。相公啊，你莫失志啊！啊，你无听人咧讲有志者事竟成，人定胜天。啊，你吼若较骨力咧吼，就报过啊啦吼。你莫甲我安慰啦，我知影我家己啦，我根本都毋是。读书的叫嚣啦，我无路用，我无路用啊！相公你无路用，你好骹好手，也无破病，也无破相，啊，咱哦读书莫做官，啊，做官有啥物遗憾啦？啥？读书无要做官，读要创啥？哎呦，相公唔对啦，天生我材必有用啊！读书哦是为着增加知识，增加气质，啊，告诉我大家若读书拢去做官，啊是啥物人要做百姓？哎呀，快乐就好啦！迄快乐嘛，就爱看款快乐啦。迄有的人过的快乐吼，敢若袂输合作醉生梦死咧。啊，所以讲咱人要过了快乐，嘛就爱顾着别人的幸福。安尼这款快乐，毋只是合作快乐。嘿，你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啦，相公。你这个个性哦，若去做官的时阵，啊看一寡官哦会贪，你一定哦袂快乐。啊，我就是因为吼，因为有遐侪贪官，我毋才要做官。是安怎？娘囝，听我讲啦。你甲想看嘛，这足简单的啊。假使讲吼，我若当做一个好官，安尼是毋是就减一个贪官？
唉，相公啊，你讲这个意思，敢若讲吼，你是莲花，你出污泥而不染俗。你若去做官的时阵，啊有人贪，你无爱贪，安尼变成讲哦，正人怨你一个，啊你一个怨正人，到时阵哦，你会比死较艰苦。娘囝，你听我讲，人伫咧讲，一世官，九世富，三世官富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咱做官袂用去做歹做恶。假使讲你著做歹做恶吼，会做真多这个罪孽。假使讲我若做好啊，做一个好官，处处为善，来照顾一寡艰苦人，那安尼吼，我会去积真侪功德啊。所以讲，书生的我应该要有真大的抱负伫。我一定要忧国忧民，解救着民间的痛苦，好好做一个大官，做一个好官。